大家好，我係 Manny，香港專業塔羅協會嘅會長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奧修禪塔羅牌同埋韋特塔羅牌嘅分別。奧修禪塔羅其實同韋特塔羅喺結構上一樣嘅，佢哋一樣有22張嘅主牌，即係0號嘅傻瓜牌啦，去到佢哋分別最後咧就係世界牌或者係奧修嘅完成牌。奧修禪塔羅係由印度嘅哲學大師奧修嘅徒弟帕德瑪所創作，包含奧修大師禪嘅哲學，所以主牌係會加一張冇號碼嘅師傅牌，共有23張嘅主牌。另外佢哋一樣都有4個元素，每個元素總共有14張嘅副牌，即係風火水土分別由 Ace 到10，加埋4張人物宮廷牌，侍衛騎士皇帝皇后，副牌就係14乘4，總共56張嘅牌啦。所以奧修塔羅同韋特塔羅有一樣嘅結構啦，78張嘅牌。記住奧修係加一張師傅牌等於79張牌嘅。由於佢哋嘅結構係相同啦，占卜嘅應用技巧上面就有相通嘅效果啦。如果你哋手頭上都有其他款嘅塔羅牌，包括有78張牌啦，4個元素，名字有 Tarot 嘅話咧 ，T-A-R-O-T 咧，都一樣係可以用同類嘅技巧去做占卜嘅。下一堂我哋會講下占卜可以好準確嘅其他技巧。我係 Manny，下堂見。